咱听到就是蒋万安上新的讲话。另外，这方面特别来关心郝龙斌，伊咧选举了后是国民党的副主席，昨暗伫人面册宣布伊要参选党主席。今日下早接受电台节目访问了后，嘛对媒体来说明伊即卖心情，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我想啊，我在我的竞选声明中间很重要一点，我们不要再找战犯，我们往前看啊。其实，在选举过程中间，我相信，吴思怀将军也受了很多的委屈啊，可是我们未来他现在是立法委员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看他在立法院的表现，以及他在立法院的作为，民意能不能接受，我们再做决定啊。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刻，我们不要跟着过去选举中间的操弄来起舞，现在我觉得讲下架吴思怀，言之过早。所以这次是说留校查看吗？啊，我刚才已经强调了，整个吴思怀将军其实在选举中间是被刻意的扭曲了，包括他在这个大陆啊，他曾经高喊中华民国，甚至他带着国旗进去，这些事情都没有被报道出来。我对于任何一个军人，他对于国家的忠诚度，我是有信心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军人子弟，而且我也看到我父亲对于国家的责任啊，他们的教育是成功的。可是今天吴思怀既然他已经做了立法委员，我觉得不只是吴思怀不分区立委啊，我们对于所有的立法委员，国民党都应该针对他在立法院的表现，以及他能不能够对民意接受这些事情，我们来做考察。那今天这消息指出说，因为黄复兴党部不满一直被改革，像是说那个世代交替啊、组织改造，还有那个60岁退出中常会，他们有在串联说，如果年轻人不需要我们，要集体退出国民党。你看这样的消息？我相信这个消息不是一个正确的消息，因为我自己对黄复兴有非常清楚的认识。黄复兴是国民党中间很重要的一块，黄复兴对国民党支持，对国民党未来的改革跟发展也很重要。可是黄复兴中间，我们有非常多年轻优秀的代表在那里，我觉得他们绝对不会反对改革，他们也希望中华民国好，希望国民党好。这次参选主席最大的初衷跟动力是什么？转折点？我希望国民党好，我也希望国民党能够重新站起来。更重要的，我看到很多国民党的问题，在我的竞选声明中间也都说了啊。我希望透过我跟所有党内同志的努力，我们能够把国民党的问题解决，让国民党变成台湾很重要的政党。因为我始终最重要的一个信仰就是，我相信只有国民党好，台湾才会好。中华民国好。党内有在讲参选，未来怎么整？连胜文可能会参选，怎么看？我刚才强调了，我觉得其实国民党文化中间啊，有一部分是我从来都不认同的，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个政党或者对这个国家有理念，你觉得你愿意承担责任，就站出来。啊，所以我欢迎任何一个人来参与这次的党主席选举。我也希望透过我们彼此政见的交换，甚至透过各种方式，让国民党的理念、国民党的方向更清楚。这次的参选，